朋友挺多啊。老板怎么总是生气呀？干嘛？你去房间里睡吧，我睡沙发。不用，我睡沙发就可以。听话，睡沙发不舒服。老板，您上去睡吧，不用管我。这样的话，我也睡沙发。您这样会不舒服的。我想离你近一点。睡吧。老板，几点了9点半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睡太好了，闹钟没把我叫醒。是我把你闹钟关了的。再睡一会儿吧，早餐我煮了粥，好了我叫你。我要上班呐。我在哪里，你就在哪里上班。曼玲姐，江小年几点了？我昨天给你的资料呢？我整理好内容发你邮箱了，可能是被吞了吧。帮我去买杯冰拿铁。买咖啡？我现在还没到公司呢，我到了以后再给你买吧。都几点了，你还没来公司？你是不是这份工作做久了不想做了？不是的。江小年现在在我家处理事情，处理完了会去公司的。接着睡吧。我哪儿睡得着啊？我现在是提心吊胆、举步维艰呢。喂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江小年现在在睡觉，你完全可以点一个外卖。你是？旭哥，你说吧。小宁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老板家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唐校长出来了，他说想做顿饭给你吃，你要去吗？好的，我会去的。那你把具体时间和位置发给我。哦，记得要避开我的上班时间啊。好的，那你先忙吧。好。朋友挺多啊。老板怎么总是生气呀？应该是没有睡好，肝火太旺。那就让我来查一下吃什么可以降肝火。